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女仆的大家拢伫喺六队伫杯其中一个乡镇，不过呢，其中一个总头佢贴牌咯，佢贴牌内呢，佢唔单止有汉人，还有俺哋火龙人同平埔族个。也个地方按贴牌，伫杯有两版贴牌的文化，也系讲精彩故事呢。基本日啦，俺哋就贴牌邀请在地的好朋友来好好同俺哋手机哦。今天呢就来分享俺哋来自罗比沙奇的优米姐。嗨，高本，嘿，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比沙奇的总干事玉米。哇，欢迎优米姐来到俺哋节目。优米姐，前面我有讲到讲，有个罗比沙奇啊，佢贴牌，系讲有汉人、有河洛、有平埔族三个族群体下生活的，唔可以同大家先了解下讲，罗比沙奇佢个环境啊，到底佢系用办的一个沙奇好冇？哦，人个罗比吼，伊个归贴牌咧有三个，我本人讲三个土地公啦，其实。中间个唔系土地公，系老祖，如系平埔族嘅祖先那个祖灵，有一个河洛嘅，有一个汉人嘅，所以你看那去，如果算三个土地公伫个只嘅，还有罗比还有一个归特别的哦，伫五谷宫的旁边吼，有咧古林埔碑，他敢若有去五谷宫个啊吼，如注意看，还有一个古林埔碑，个还如系马卡道主跟当地的人做一个界限，给入一个闽客的一个界限的一个界碑，现在还留在那个五谷宫的旁边。哦，佮沙比如讲，以前俺哋睇下生活的平埔族啊，同俺哋汉人、河洛人，佢哋都有啲分界线。如果做唔得韩国来要片，做唔得高人嘅，真是係安尼哦。係呀。不過以前俺哋拢啲講吼，漢人啊同河洛人，佢哋就算生活的順向好嘅，佢哋會長嘅水源啊，也係某個生活的資源，佢哋會上大嘛。睇下個起落安貼片有三個族群睇下，大家會上讚冇？不會呀，佢係河洛人啊、平埔族人啊。还有汉人啊，以前家底下这个为了争水源，在这边吵架、打仗啊，或者是族群的不融合，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如伫嘉庆15年的时候，佢还如回事跟人客家人，我爸爸乡国咩，郭家的客家人哈。以前喺那伫个内埔的东势村，如因为港铁的关系哈，如来到罗比亚这个，也是因为了要争水源的关系呀。人的祖先为了这个水源的关系，如慢慢的跟平埔族人变成好朋友。那怎么样变成好朋友？今日如访问了卢卡嘅耆老啦，还有附近的平埔族的耆老，乜嘅原因啊？国家的祖先会。来到这个平埔族群，跟他们租地，然后就领养小孩，还有婚姻的关系，然后就经过了100-200年就融合在一起了，非常的特别。我说，这个本身能都开行业，他喺讲能睇下生活之后，这个去做一个访问，才发现讲，原来俺哋行业都有个平埔族其他族群，跟人哋关系对一开始一定的敬重，好似咪在天天的恢复都更加安尼。系啊，也嘛经过一用榜样的努力呢。以前咱的祖先贴团都在分享要条故事的时候，给他是非常的紧张的。如平埔族群跟客家族群是。一定去遐到要安尼上大，为了争水源，如果安尼会比较不平静呐。如此总会有安尼故事在历史上上演。刚俺有问过罗皮公，刚你们怎么样去平和这一段？如果慢慢的吼，如把平埔族人吼当做一家朋友，提点厝天奶，竹田各位吼，如婚姻的关系跟他们。婚姻关系的互相融合，还有领养他们的小孩子，那也有送养他们自己的小孩子给平埔族群哦，也有经过这样的关系的融合，所以慢慢的族群就互相的融合在一起哈，如变啊就好亲戚、好朋友诶。一片罗比个贴牌，就是讲大家虽然讲冇共样族群，但係长久以来，路过来路过去，不管係河洛平埔也係講客家，大家其實。
还有什么都像一家人共用。啊，有的地方唔免，人哋以前去做其他的沙期的时间，佢哋會講頭擺啦吼，韓國做以前佢哋講哦，嘅米咧出拳哦，絕對唔會落姜下嘅，佢哋講幾片係幾片咧，人哋入邊，人哋入邊咧。像東勢同東片村吼，同路比離啊幾近咩？啊，不過嘅係。東勢同東片嘅就係西來嘅吼，客家嘅西來唔敢經過路邊呢。係哦，係。用辦講，韓國一路幫人接殺條啊，接殺條望都打有長腳劈哦。係哦。係。哇，真是人哋更加想象唔到嘅一個事情呢。啊，人很特殊嘅係啊。嘅係如講，唔定一條細妹用。冇加噴嚏啊！伊講吼，一天愛加噴嚏，做唔得加可樂狀、杏仁狀，做唔得，因為嗰邊嘅在地嘅年輕人打，嗰條追求者一定是會被馬卡道族人打，所以漂亮女生不能外流。那假使講今日真是為了追求能給片的細妹的時間，哦，跟他們應該很有勇氣。係啊。如果去腳踏產業了，佢喺度邊砸實那石頭就丟過去了，所以就唔敢過來。係啊，不過頭多堂用而且安尼嘅分享啦，唔知佢對一個文化方面咧一定有興趣，唔係通一個可能嘛，做乜嘅行多人講行去採訪。哦，佢係因為我感覺跟安尼在地的個平埔族群啊，就咪辦個經過個老主持嘅係吼，我同我媽媽講。cái老主持是拜乜嘅東西喏，啊，我媽媽講，那韓摸過去哦，我不用，後來發講放響，所以那邊會有法力啦。後來經過那邊的時候，個親腳，那去叫他查路去啊親腳，唔敢看，啊個如對伊個文化個有興趣咩？佢係如透過屏科大嘅客家產業研究所，佢係老師問我講，想做研究某個題目啊，我講我想象啊，如果族群體在地的一個文化啦，你講那你的名稱哈，我幫你想一下，來定一下題目。不過吼研究這個會有點困難度哦。我如同老師講吼，越困難我越想研究，因為在地的就是馬卡道族的一個文化啊，那跟客家文化為什麼會融合在一起？亞的文化必須要透過耆老的訪談啊，訪談我們的耆老，還有訪談到馬卡道族的耆老，才會真正知道說那時候的面貌是長得怎麼樣。那如對，因為這樣的好奇心，就是引發這個想研究的一個動機。原來安尼。嗰種唔係對一個文化吼去做一個調查，寫嘅論文之後更有興趣吼，更加入一個沙期嘅工作嗎？係啊，係哦，我加入沙期嘅工作做咗差唔多1個月啊。沙期嘅工作差不多6年的時間。6年啊，不過接觸馬卡道的文化比較久。係哦。今年第9年咧。係。唔對一個沙期嘅工作，好似媒體接嘅時間，同一個推廣馬卡道平埔族嘅文化，竟然係有專門嘅單位嗎？馬卡道文化協會，佢係我還蠻底下講馬卡道協會用來成立啦。佢係也沒有一個很大的動機，是因為講有一擺個文化處而來安尼沙期做文化的導覽，佢係五股東的主委啊。五股東嘅主委請多人，如請多愛，如講做啲幫忙嘛，來介紹導覽一下我們當地的一個文化的背景啊嚟啦吼。佢係啊如變了去嘅，了去講去做文化的導覽，佢係嘛硬着頭皮啦，佢係多對屏科大多邊一把多，我係講啊冇對喺沙期文化來做導覽也唔會差啦吼，如啲導覽佢係啊個誒安尼對附近的個耆老啊。如講哎呦有一啲人出頭嘅吼，如講吼有人吼，我哋請到來吼，我哋做馬卡道的一個復興的一個倡議路出嘅啦吼，佢係請到來佢係如講我對馬卡道族只是了解皮毛，都對客家文化比較了解啦，伊講唔怕來幫忙安尼好冇？因為吼，也老人家有語文也有唔識字啊，不認識字，我哋做推廣也文化哈又有點困難。啊，佢係如從那時候開始，那佢係我們都講要成立也馬卡道協會哈，
那阮讲一多人，伊讲30个人，我讲30个人唔要过简单哈，才30个人，lobby 有2500多个人嘞。加还如讲，唔讲简单，爱讲如唔简单。伊讲，录音稿吼，填属于的身份证吼，你如果拿出来哦，唔讲30个人，那有简单的事情，加还如面到30个人按用的来，那如请来爸天数哦。请群众天数哦，请个xã區的羅奇老，關亞型的人，他還有那個提個老主持個這個啲鎮里老主持個環境的人，吸引人哦，那如提點封作4大天王，嘿，那如講一個人吼，同埋數10個身份證，吸引人如果40個呀，安尼那有乜個困難？如安尼數10收拾起來吼。總共有72位，我那叫黃岡72烈士嗎？因為他都70年人出來講嘢唄。嗰所講，嗰時節用這人都先參加一個和馬卡達文化協會創立，再嚟去專做一個xã區的工作嘛。專做xã區的工作嘅時節，係乜嘅人本唔想講我來做一個xã區的工作，因為原本係做一個馬卡達文化協會嘅工作做得好好啊，係唔係講搶頭下？頭前嘅強用，人家講xã區嘅工作，來聽數啊，都幫唔過去安尼。嗰係理事長吼，我講安尼xã區啊，某個社區關懷據點啊，我來拍他好冇？剛剛如上網查一下社區關懷據點，我做乜嘅事情啊？一查去，我做咁多事情，我即間有發圖咯，我同理事長講我冇發圖呢。愛講，咁冇法度咪有法度啊！如果你講，各位，如講，縣政府嘅只消費處嘅人，我就請嘅，比如聯絡消費處嘅人就請來，直接跟我洽談啦，講我用做啊，佢係如隔年的4月1號嘛，佢同我講，無我攞嚟請群眾啊，請一條幹部的開會啊，4月1號開會，4月10號就開始成立了，硬着頭皮就這樣成立。唔做都冇想按到，咬牙都嗰種嘢做下要做。糊里糊塗安尼成立嘅呢，佢係嘛唔點用嚟做，如先做了再說啊。觀眾朋友，原來用這技能xã區係按起來，特別有按到木匠嘅特別嘅文化。唔過xã區嘅師傅特別還有兩版精彩故事呢，大家唔好走開哦。等一下試比賽，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前面用面這同人哋手機嘅路邊xã區，竟然有哪條嘅特色？呀，順勢講到，竟然發展協會特別提做為乜嘅事情？唔過，竟然發展協會到底還有做哪條嘅事情？有兩版嘅故事呢？繼續嚟請教一下用面這咯。用面這前面啊，有講到人哋發展協會有做一個關懷據點。除了一個關懷據點之外，到底發展協會具體做嘅事情，其他任務有哪條嘅啊？安尼個xã區發展協會吼，做事情幾多，有路邊個媽媽教室，有環保志工隊，有個家政班，有關懷據點，還有對公司部門的申請的一個對口，最主要扮演的角色都會安尼。嗰所講談行類，一個發展協會都記錄到一個xã區嘅發通和存在都。聽說大家xã區特別嘅工廠師傅，老闆大家來上課啦、判發通安尼嘛吼。更加一個發展協會，竟然有幾點？有固定嘅發通時間嗎？每禮拜5早晨9點到11點，下晝條路2點到4點，你哋課上。一禮拜固定都一年有固定嘅發通，其他都看有哪條嘅事情啊，或有乜嘅節慶，再嚟做機動安排，做機動安排。xã區關懷據點都睇下拜5嘅時節排嘛，其他嘅課程係用辦啊。安尼會規劃嘅健康促進啦，哈，還有體適能啦，還有手工藝，各位如比較拿手都會
煮菜啦，做小点心啦，哦，给来做最兴趣的。啊，毋过大家最有兴趣也应该迄个吧，有时咧又可以搞什么？错啊！按你发5年的课程啊，因为5年的底部出群有几多嘛，好如平埔、客家、好咯，按5年的课程会规划我讲偏向哪一个嘛？还迄种平均来讲，你咧都会有啊？为了顾全按那么多的那个族群哈融合共下面，要有族群的文化，我都会把它安排在里面。比如说客家嘅客家的酿制物品啦，做黄梨盅啦，包嘅月桃粽啦，也都请客家的耆老、某路志工们哈出来。来带领这些课程，比老人家、志工有细好做，一定会有高兴趣。平埔做的吼，如个小点心个部分啦，如会做个一定讲的草仔粿。如比较特殊的草仔粿，客家人如果讲嘅很多眼板，一定讲醋卡粿，如做无共用的东西出来。如果有符合到他们族群的文化，一定都会归兴趣、归奇妙，参与度会归热烈。因为这条都按你分享，个眼板啊，客人拢有嘛，唔讲，平埔做这边咧，个贴片给贴片在哪呀？出卡贵哦，其实包的东西差不多呢，只是如就地取材啊，如出卡如在地会有一个属局，一定如讲出卡贵，包的东西同按你看那去吼差不多，只是它用的材料会不大一样而已，用的方法该用糯米来做的呀，也族群如果马卡豆煮的讲伊会更好食，客人的眼板又讲客人又讲客人也会更好食，不过也族群融合在一起，落的东西吼，以前可能无共用，真假吼，底部的东西慢慢文化融合，我包的东西会差不多，有萝卜丝啊、胡椒粉啊、肉啦，这个东西我看那又差不多，只是里面外面用的那个。草不一样而已。好，如果讲其实头摆真是有可能係冇共用。因為這像做面行也嘅啊，喺唔基本你帶過來都係人哋送課，係送緊佢哋嘅成果嘛。係啊。唔可以同人哋設計下冇，像朝鮮也嘅人看得出來係辦嘅，但應該唔係是咧嗬。也係逢規辦嗬，也係客家文化嘅課程。去做的啦，你聘請嘅老師吼，講來分享嘅客家嘅風規辦用來做嘛吼，老師哋做嘅係吼，如果講甲做色的吼，色那迄種模的啊，也有用一個模型來做吼，做一個吊飾會特別，平時你看提個包包給底部做吊飾吼，有人每天都可以回想到說，我們那時候做風規辦嘅那時候的情景跟樣式。所以我們做這個吊飾哈，可以回憶的比較久，留存的比較久。這樣唔會講說起來都冇，人家也嘅韓國會用，韓國呢多。好，從在同人家講人哋頭擺風辦啊、規辦慶用辦嘅故事。是啊，嘅飽不飽嘅係嘛嘅，康康嚟親像係人哋頭擺是咧黃梨盅咧，係咪？係，也如客家族群作為嘅黃梨盅客家釀製啊，也因為羅比吼，以前。屏科大含錢來嘅海啊，嗰隻規片都係黃梨傘，黃梨傘啊，嗰隻搞歸社區的產業都係鳳梨，嗰海鮮果，嗰海如做罐頭要銷到日本去嘛，有剩下的如按你打下來，都會做成客家釀製的，一個嘅黃梨盅，也如產季的時候給做啊，冬天的時候。無菜嘅係，或者是個無椰水果嘅係，都拿來做啲拌飯，無如大槍色，無如做鳳梨苦瓜雞，貴多的那個客家的料理都可以運用來鳳梨醬來做。古時講人都特別拿過來，所以上課本大家講，下一擺有可能發展出變做沙琪嘅一啲產業。係錯啦。除了有個鳳梨醬，前面嘅細罐咧係乜嘅？看冇唔清楚咧。有細罐嘅吼，如同嘅屏科大做去年從到今年有個 USR 的計劃，然後從蓋一個馬卡道雞舍，那跟我們社區的耆老一起做紅梨的農田。
给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刚刚要做一个社区的一个代表的产品哈，如把鸡油给油啊做成鸡油的油葱酥跟鸡油的辣椒酱，非常特别的产品出来。就最主要目的，如果要让我们社区哈能够赚钱，能够有产品可以推展出去，安尼目的。利用那个计划吼，都比到撒起来，撒起个，你下礼拜能这个可以来生产做产品吼，有赚钱的一个机会安尼。系啊。安尼头头讲下屏科大，因为家己也讲落笔，屏科大都在落笔嘛吼。今年迄用办去请的合作，也一个能去请屏科大讲，老师能有某个计划可以来探索冇？安尼嘛？就系机缘户迄，我以前都读屏科大嘛，有也个机缘，那跟副校长在个讨论当中吼。讲要让社区发展起来，一定要有产物出现啊！所以如去马卡道鸡舍啦，种了红里稻田啦，有一些周边的产物一定要让它生产出来。所以就生产出这些的产品。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贵人的出现。除了因为能落笔同屏科大够全嘛，那除了落笔可以生产之外，没有其他的沙器落笔，也可以亲像能共用去同学校的合作，去请几人去讨论一下。做得咯，像给副校长嘛同我讲，刚能有认识其他的沙器或者嘛个国小，一定做得去帮忙的。我有推荐几个国小，让他去认识他们的校长，还有沙器。安尼用意者，除了能同屏科大吼，也个太好学校合作之外，听能推动也个沙器师傅的时间，前面也有讲到有国小嘛，能这个菜体有国小嘛？菜体有啊，泰安国小。能一般同也个国小有用办的合作吗？像泰安国小是我们的那个友善的学校。泰安国小马黑矮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校友啦。泰安国小毕业了，我是第17届。警刚有第66届，今年是第66届了。哇，当年的好高的呢所以每一任校长来给汉，我就要去跟他拜码头。校长来的时候，他说他也要来跟我拜码头，我们互相合作啦。每一任校长来给汉啊，如会提供安尼沙器的计划，还有马个文化需要传承的，每一任的校长啊，都感觉到非常的友善规划，都会跟我们的文化在地的社区的需求会互相配合。像我们每年的马卡道的祭祀活动，他们是倾巢而出哦，全校教职员工全部参加，所以这几任校长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想请教下，像人在推动一个马卡道平埔族的文化的时节啦，因为其实专门属于咧族群的嘛，其他族群像部落啦，也系客家菜体的沙器的居民，今年会参加冇？来到这个第9个年头了哈，大部分都会参加啦。但是我爸爸讲，要有文化，做得安尼继续传承下去。我爸爸哈会安尼暗中当中哈会同伊咧个朋友啊，提个泡茶的朋友讲哈，我妹吼要推动遐文化吼，过困难哦，唔等要多多帮助哦。我爸爸在后面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推手，因为我爸爸在社区里面呢算是非常和善的一个有分量的耆老啦。伊若讲嘛个发过声明讲。我讲不要的，刚给他多成立1、2年的时候，过多你在看热闹没？刚才爸爸如讲，俺妹提做亚文化，一直支持，支持的，所以每次办某个活动的时候，第一个报名的都是俺爸爸。所以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敬爱我的爸爸。所以讲爸爸这对头到面都支持你做一件事情。如对啊，今年第9年了没？所以反对的声浪也慢慢的入没都看到我们推广那个在马卡道文化在建立的时候，有一些阻力也变成了助力了，所以现在推广起来是比较顺手了。嗰所讲，其实自家本身喺行业，但对一个平埔族嘅文化吼，也一定有兴趣有热情。嗰所讲，在中间做一个桥梁，本大家讲唔单像平埔族嘅，其实其他族群也可以来接受一个文化，大家共下来，因为当喺生活喺一个地方上嘛。係啊。观众朋友，讲到一片，大家对一个马卡道平埔族嘅文化係咪有興趣呢？假使講有限，人哋可以來一下，人哋落比沙器去了解一下哦。唔過呢，人哋落比沙器還有幾多神奇好高嘅地方哦。幾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講哦。
因为这分享的其他路比沙奇推动沙奇师傅的过程，本也可以批评呢。不过其实用办去克服一地杯遇到的问题呢，也能继续来请教一下优米姐咯。优米姐，调到前面的时间有讲到啊，推动沙奇师傅虽然有顺利的，也有过困难的部分嘛。在过困难的部分，像用办的问题，係感覺唔過困難的呀。有一擺推廣嘅客家話，做客家課程的時候啊，因為你個家平埔做英國多咩，你講全程客家話的時候一路行起來。朴足的呢？朴足的哦。講我唔會談客話，我不要聽客家話。你講國語安尼吼，我講人家喺客家的課程，很嘛講河洛話。個一路講我不要聽，伊講伊唔會談。個一路很生氣呀，路就吹諾波嘅。路面都講你做乜個會安尼啊？一聽心裡面有什麼疙瘩咩？安尼課程，路講繼續。你繼續送等下課嘅係剛過去安撫他，原來你以前有被漢人欺負過，原來是這樣子一個心結啦，沒有打開來。後來我底下講，所有的文化不一定是我們講什麼課程，每個人都要接受，一定會有一些人，他對這個文化方面會有不想接觸，也許是他心裡面的痛點，剛好在那一點被引發出來，所以他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應啊。給他多虧是給他嘛嚇走他，有那麼明顯的一個反應啊，又朴足誒。我看到這樣的時候，我也是嚇一跳。後來我如果也課程繼續繼續送唔怕，也有一個。就是有一小部分，如果漢語啲分享嘅係講法又變河洛話呀。河洛人同河洛人鄉下講河洛話，漢人同河洛人講法又講河洛話。漢人同漢人講法嘅係講客話。那插一個河洛人入落嘅係又講河洛話誒。因為你嘅變成族群的一個關係啦。大部分都講河洛話，有一些個漢人都會變成隱形的客家人了。我感覺這一點會有點遺憾，所以給他剛會承接承接客家事務處的一個博公照護的計劃。我主要目的如果講把這個客家文化能夠永續的把它傳承下去。像我哋陸卡講客話，所以諾貝又講河洛話所以陸卡嘅聲音呢，所以諾貝全部都講河洛話呢。我同我哥講唔但係順呢，唔但係聲音呢，客家的課程一天都來送，冇真的變成文化斷層。唔係像安尼，什麼加出嚟講提什麼嘅責任呢？唔但也是責任很重大我同我哥哥安尼講，所以我哥哥真係提陸卡會教順呢講客話，如講片語啦，講一些片語啊，過去沒有一個現象啦，可能如客家人在閩南村的一個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在社區裡面還蠻嚴重的。係啊，不過也係伊咧，人哋漢人個奇妙，也個特別嘅部分啦。就講人哋漢人個厲害講，唔單止人哋可以講客話，對諾貝爾人哋可以講國語，甚至於講讀到河洛嘅時間，人哋也會親自演咧轉變成人哋講河洛話，就係人哋一個很厲害的生存手段，應該按嚟講。不過也因為按咧，嗰時講。青島漢人去到諾貝爾時間，如果受到一個影響，漸漸嘅人哋都自家都唔會講人哋自家客話，人哋咧阿美話嘅。不過好彩，因為這樣人有在推動一個漸漸嘅本一個沙奇地位漢人有啲機會可以再繼續來練習來講一個客話。不過唔能睇推動一個發動課程嘅時間啦，唔係漢人嘅人也會來學嘛，見人哋反應很勇敢啊。一個課程推動的時候過去沒有會讀到。為什麼面無表情啊？我講你講嘛，跟我討唔識，各種很驚訝的表情。個人啊，為了要讓他們能夠很順利的來講客家話，容易學習，那都面到鋼鐵人鋼鐵人、鋼鐵人，那個音很接近啊。所以啊，你給他都搞一個快樂鋼鐵人嘅歌曲快樂鋼鐵人。如果
有乜嘅谐音吼，能够让他记得很清楚。那如面到钢铁人、钢铁人，所以吼，伊来看到钢铁人，我想如会想起钢铁人。哦，真是有种的钢铁人，钢铁人。嘿，古时候讲，唔能来推动一个文化语言的课程时间，唔能也个用心来上。上网咧，想讲有哪度嘅谐音啊，有嗰种帮助，唔喺行业嘅人可以来去了解，甚至讲自家喺行业呢，也可以加入一个复习自家嘅阿美话。系啊，哦，真是贵，又是贵神经的钢铁人，钢铁人。唔能喺推动一个世界吼。除了讲客化的时间唔能平埔族嘅喏，唔能其他人去嚟参加，唔能平埔族嘅发动，今年我有样板嘅反馈，甚至讲有哪辈人特别为到一个平埔族嘅发动嚟走嚟沙期学嘛。哦，就像明年呢，农历嘅10月15号，会有一个马卡道的祭祀的活动，会邀请如185县道的平埔族群，还有在媒体上发布这个讯息。如对文化、对马卡道文化有兴趣的人，如会过来参加，能够靠着媒体的宣传啊、广告啊，或者是社群里面下去做推动。那亚的文化，如包括马卡道的祭祀的文化，如老祖的祭祀文化，还有走标的，走标的一个文化，能今年会做一个青年之夜，那希望给年轻人对于文化有兴趣的，或者是在地的年轻人，马做的归来的参加这个马卡道的一个祭祀的文化。安尼有没有在就你自家做一个沙奇师母观察，不管係一般的课程也好，甚至於講馬卡道一個文化活動也好，按究來看，感覺講後生嘅參加嘅比例有高冇？學生年輕人高少，真講如耆老啦老皮嘅啦同個國小的如會過來走標，像泰安國小、龍華國小、崇文國小、內埔國小這附近的國小會來參加的走標的活動。那對於底部的內涵，可能是一知半解啦，會好奇而已啦，會好奇然後為了講真正研究這個主題的，我們是寄望在青年人啦，所以亞班嘛有挺嘅屏科大，在學校也開的這個通識的課程關於馬卡道文化的，也就是說能同馬卡道協會裡面做溝通，要把這些文化的課程要把它傳承出去，再跟它更精緻化。像 Kit 水就是他們講 Kit 水就是起水的文化，要做一個比較精緻化的一個過程，讓民眾都來了解說馬街很多起水文化，起是乞丐的起，起水，起水的文化，也是屬於馬卡道族的其中一部分。如今家還在上網推動，想辦法來增加講，唔單將青年嘅好老皮嘅，今年最主要中間嘅青年青年朋友，可以更多人來了解和參與一個文化。條頭有談到，因為人講嘅走標都人哋客家嘅意思，跑步有個比賽嘛。馬卡道族的走標有一點，如果往山上跑，有點出力的跑步，往上跑的那種出力的動作，如走標啊。咁樣喺走，唔過喺走到山上。走到山上。如以前呢，馬卡道族一點的走標，是從早上太陽還沒有上升之前，如果是走去山檔，到太陽下山之前回到部落的，第一個如何勇士第一名。按呢來下去區分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為了是要強健身體啦，還有保衛家園，做一個這種活動走標的活動。唐風嚟親像近解人哋講嘅越野馬拉松嘅意思，有點像，你走路有嘅呢？過槍。人有個走標嘅發動，像沙期嘅人可以參加，也係老輩人也可以報名。做得咯，係哦。明年有差唔多100-200個人參加，也係走標嘅比賽。佢用走到山檔嗰再走下來，安尼嘛？無按嗰個山檔好比走嘅，你走沙期嘅合體，分做3個路線，最長的路線都走差唔多5公里。幾奇妙也幾神奇呢！除了沙期辦嘅一個活動係明年有嘅，其他明年嘅沙期還會推動乜嘅特別嘅文化，也係講遊場啦、觀光嘅地方呢？
明年度开始哈，会规划一个社区的小旅行的一个活动。因为马卡道族在地啦，以前汉营也有这个文化，只是说跟名称公某共用。马卡道族公爷渔猎文化，如会海跳行啊，伫国本身上有谈过冇？今日讲冇呢，唔可以同人再讲一下好冇？海跳行啊，就是把那个我们旁边有一个溪流哦，很多阿妈湾溪跟望安溪的交汇的地方，给入双溪口哈。按能周围的一个水道引水道下来，那底下用一个竹筛，让那个水道下来的鱼啊，能够流到那个跳航啊那个地方去。这个文化方面，如以前马卡道族会讲一点的文化啦。在地的人讲，以前小时候也有参与做这个文化啦。我所讲呢，利用一个菜地的传统文化，能规划成一个可以来体验的观光的游场安尼。像高压的游场嘛，还有加上其他的发通呢。刚才讲的个海跳航啊，必须要有水流的季节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猛禽的观测站。这家吼，这家因为有山有水哈，所以这家野鸟的栖息地是在那边。像左边有过去给后巴这家看哦，看给水流，还有观测那个小鸟，那个地上都有很多小鸟的那个脚印在里面。所以这家旁边的老皮溪流是一个野鸟的栖息地，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这家水归量归枪。我就讲，一年的行程都睇下地杯，你能要好好规划，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报名。哇，谈到这边吼，强解等一下应该先报名一个。哇，观众朋友，谈到有面这安尼分享，嘿咩，家想要来报名今年罗比沙奇的活动呢，想要来看一下一个特别的沙奇，吼，嘿咩，今日呢，只太请感谢有面这吼来分享安精彩的故事。张底下讲，眼6对地杯啊，有好咯。客家同平埔族也3个出现强下神话一个记录呢。不过罗比沙奇还有哪条奇妙的地方，欢迎大家自家游客来看看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有明姐吼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哦，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观众朋友，欢迎游客来罗比沙奇了，多谢。好哟，我出去老了之前呢，请用听人的欣赏，先来运动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来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哟。